兄弟姊妹們，自家自歡喜，自家嘅心要打開來，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。因為到呢個約翰福音15、16節咁樣講自家啲，唔係自家先嘅，但係上帝先自家嘅講，嗱，唔係該有上帝先自家，唔係自家先嘅啊。但係啦，因為自家唔啲。啊，唔係上帝，係上帝先設計熱天對冇錯嘅，因為設計人類係佢錯來嘅。但係佢講愛善嘢都係標本本嘢，為了乜嘅呢？你去獻出大有字嚟講，你家嘅字係本要，你愛大有咩字呢？你心中嘅啊，要平安、喜樂、恩愛，要本要嘅心。呢個字即係打出嚟，要軟嚟嘅，唔係不壓嘅，唔係要唔感人嘅字，攏盡即係心中啲係打出嚟，因為到佢講，為了咩？你去打出呢個字，你家係本要呢個字，呢個字即係要，即係能夠發出本即係親切朋友不可人享受嚟即係嘅字，佢能夠持到即係嘅要平安嘅字。要恩愛嘅字，要滿要嘅心嘅字，要各樣好嘅字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己獻出啲好嘅字得到，因為自己唔係能力，上帝喊自己係打出啲好嘅字，本人好識。嗱，自己啲啊，像呢一個日頭，自己種頭新啊，大嘅字啊，唔係本呢新頭嘅家識，本人識噶，啊，自己人打咗啲好嘅字。當然係本人知道啦，唔係自己單殺識啦。但係上帝交代自己單殺係本呢個字，發出呢個字，能夠本人知道、本人看到，自己要上帝嘅愛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